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福建晋江发生的火灾。7月9号，福建晋江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根据央视新闻9日22时的消息，事故已造成28人死亡，这又是一个惨痛的事故，一个教训。根据媒体报道，7月7日晚，当地开展安全检查时，涉事公司曾被查出2项消防隐患：一是一层走廊堆放较多的杂物，二是配电箱附近放置电风扇。也就是说，就在当地开展完安全检查2天后，那个地方就发生火灾了。这个还能说点什么好？明明有隐患，却不彻底整改，这个教训实在过于惨痛。今天我们看看南风窗7月10号刊登一篇报道，它的标题就叫多做一会儿，多赚点钱。大火中被困的多是计件工，就是按件算钱的，你多做一双鞋，你多得一份钱。我们看看这个作者叫何国胜，南风窗的报道，7月10号14点，他说当时浓烟很大，黑了半边天。2020年7月9日下午2点多，李龙安，他这些都是化名，回到店里时，看到距离他店200-300米外的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厂燃起了大火，已经烧到了4楼，实际上就是昨天下午2点多。在那之前，他就知晓当天中午12点左右，辉腾鞋厂发生了火灾。李龙安说，鞋厂那栋楼共5层，他当时亲眼目睹火烧到了5楼乃至楼顶，整栋楼都烧完了。现场的火势发展的很快，因为是鞋厂，里面各种易燃物，火砰一下就变大了。根据福建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此前的火情通报，7月9日12时04分，福建泉州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位于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开拓路东1号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火灾现场有人员被困。当时的网络视频显示，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楼顶上有多人被困，其中有人脱了衣服站在楼顶边缘，消防员疑似在用水枪给他们喷水降温。此外，也有人从楼上坠落。根据央视新闻9时9日晚消息，辉腾鞋厂火灾已造成28人死亡。火灾发生时，该厂房现场有237名本厂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共疏散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初步了解，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事发后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被冻结。10日上午11时，泉州市新闻发布会通报，10日0时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正在开展善后安抚工作。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局长许志辉介绍，着火建筑为5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生产车间，楼顶蓄水池打捞出多具遗体，现在整栋楼被烧得只剩下个黑黑的框架，玻璃全爆了，楼里的东西也烧没了。9日晚间8点多钟，李龙安告诉南风窗，当时大火已经熄灭，不过整个建筑还在冒烟，5楼还能看到一些残存的火苗。消防人员打着手电在楼里搜救。白天火势正猛烈的时候，李龙安在现场没闻到太多的刺鼻味道。晚上时，他说现场弥漫着塑料和皮革烧焦的味道。火灾发生时，工人张二龙在紧挨着辉腾鞋厂后面的一个2层公寓里做装修工作。他记得中午11点50分左右，他吃午饭的时候还没有冒烟，等到他从后面看到冒烟着火时，大概12点07分，他随即拨打了110报警。也就是说11点50分都还是没有什么明火，也没有冒烟，仅仅17分钟以后那边火就起来了。后面火势就越来越大，先是黑烟从窗户里涌出来，随后赤红的火焰从整个楼层喷涌出来，伴随着玻璃被烧破的
噼里啪啦的声音。张二龙告诉南风窗，厂房楼栋的玻璃被烧破后，他看到窗户玻璃后面有一层类似铁栅栏的东西，封死了逃生通道，从楼栋后面无法逃生。张二龙在现场观察了1个小时，没看到一个人从楼栋后面逃出来，后面那个窗户都是铁栅栏封死了。这个是怎么过的安检？真的是不可思议。楼层里堆了很多东西，不然可以从楼梯下来，就不会跑到楼顶上。张二龙说他当时发现里面人反应很慢，当时已经很大的烟了，但楼里还有很多人。李龙安也记得火灾刚发生的时候，他看到很多人发的视频中，厂房的楼顶上被困了不少人，而等他2点多在现场看时，楼顶已经没有了人。围观的群众告诉他，不少人见火势越发变大，躲到了楼顶的蓄水池中。楼顶还有蓄水池，好多人在里面。这个鞋厂在楼顶堆了不少鞋模具就是做鞋的模具。李龙安说，鞋栓都是塑料做的，后面很快也就被烧着了，那里面全是易燃物品。火灾发生后，当地在事发鞋厂附近拉起了警戒线。李龙安称，到晚上8点多时，现场仍在封锁。当时李龙安站在离事发鞋厂不远的一栋高楼的楼顶观察现场，他记得现场来了很多救护车，鞋厂外面我数了一下有6辆，鞋厂里面也有几辆，但具体数量看不到。不过从下午到晚上，李龙安说他没有看到救护车离开过，一直在待命。什么意思呢？下午4点多的时候，火势得到了控制，随后消防员陆续上楼搜救。李龙安说，他在现场看到当时大约有20个消防员围在楼顶的蓄水池，陆续从里面打捞遗体，包裹后抬下楼去。据他目测，蓄水池大概有10几平方米。他说，在他观察的那段时间里，消防员共从楼顶蓄水池捞出6具遗体。之后，有关人员不让他们继续在周边楼顶观看，也就是他在旁边远处的楼顶看起火的楼顶，消防员在那儿打捞楼顶一个蓄水池，水池子里面很多人在里面有遗体，不让他们看。我们下楼时，消防员还在捞。9日晚间8时，李龙安看到事发厂房楼顶的搜救已经结束，消防人员打着灯在5楼穿梭。李龙安介绍，事发鞋厂在当地算中等规模，他们品牌还可以，做的是外贸高端鞋，出厂价150、160元。据他所知，事发厂里有300多名工人，来自全国各地，都是中年男性。曾在该厂做过临时工的陈奇告诉南风窗，厂里的工人主要来自四川、江西、贵州等地。他透露，当时他还在厂时，厂内有一部分租给了另一个鞋厂，大概有200多个工人。陈奇说，事发厂一般中午12点下班，不过到点走的基本都是做成型的工人，他们拿月工资，按时打卡上下班，也就是到了12点就走了。这些人是拿固定工资的，他们工种主要是做鞋成型的，他们打卡上下班，每个月固定就那么多钱，所以他到点上就下班就走了。被困的几乎都是做车工计件的。陈奇说，做车工的一般都是30、40岁的年轻人。另据媒体报道，据村干部了解，事发时留在厂内的工人是想多做一会儿，多赚点钱。村干部听一位遇难者家属说，她老公叫她一起下班，她说我多车几双再下班。工厂计件发工资，每天早上8点上班，中午11点半休息，下午2点上班，傍晚6点下班。午休时，工人会在工厂附近吃饭，宿舍在另一栋5层建筑里，并未受火灾影响。陈奇回忆，往年厂里会招较多的临时工，今年因为行情不好，厂里几乎不招临时工了。现在唯一可能有临时工的环节就是穿鞋带，最后穿鞋带。陈奇说，厂里一般把穿鞋带的活包给某个人，那人就会看情况叫临时工过来穿。临时工一般是做几天算几天的钱，就是按天计发工资，日结。陈奇
告诉南风窗，当地鞋厂除了一些知名大厂外，其他中小厂内，就算做长期月结的工人，也大多没有合同，更不会买社保，工作量也相对较大，一个厂一个月放2天假就算是好的了。陈其说，企查查数据显示，福建辉腾鞋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经营范围包括鞋服制造、鞋帽批发、零售和针纺制品、皮革制品批发，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缴399.69万元。2025年员工参保人数118人。千亿产业背后的安全生产压力，晋江被誉为中国鞋都。福建泉州那地方，咱们很多鞋，我说10双鞋里面有7双来自于那个地方。大概我以前听说过，全市聚集了7000多家制鞋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安踏、特步、361等运动品牌悉数扎根如此。鞋纺产业总产值突破4000亿元，全球每5双运动鞋就有1双是晋江造。而千亿产业的背后是难以忽视的安全生产压力。李龙安告诉南风窗，他们镇上大小鞋厂很多，容易起火。在这次火灾的几个月前，就有一家制鞋厂起火，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陈其说，此次火灾刚发生时，他们一开始并未当回事，只是没想到这么严重。他表示当地的小厂很少有做消防演练的。不过每到夏天，有关部门会到每个厂做一下检查。这7月7号刚检查的。2023年，中国经济网一则报道提到，12年来，晋江鞋企发生45起火灾，一年平均近4起。当时，晋江消防部门聘请第三方机构对这45起鞋企火灾调查发现，生产性起火原因中，电气故障占比高达69%。成为引发火灾的头号元凶，其次为照射机起火7%和动火作业管理不善4%。从起火场所来看，生产车间最为危险，占火灾总数的47%，仓库则紧随其后，占比达33.3%，1/3是仓库起火。其中对于照射工艺起火问题，晋江市消防救援大队相关负责人总结了5方面原因：防火分隔不到位，照射机台高温部位裸露，易燃易爆品违规堆放，消防设施未保持完整好用，企业员工特别是照射、发泡等工艺流程，员工对本岗位存在的安全风险不了解。针对此类问题，当地政府当时进行过专项整治，措施包括推行高风险工段独立防火分区，建立鞋服产业链安全生产数字化管控平台，将隐患分级分红、橙、黄、蓝4色管理，严格管控危化品，并制作警示教育片，对重点岗位人员开展培训。在7月9号这个火灾面前，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形同虚设，那都是走个过场。制鞋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皮革、植物、橡胶等易燃原料，以及胶粘剂、处理剂等易燃易爆化学品，具有先天易燃、后天致灾的行业特征。根据重庆市质量检测研究院罗媛媛等对制鞋企业火灾安全隐患的研究，这些原辅材料一旦被引燃，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有毒有害气体以及浓烟，对员工生命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也就是说，实际上每次火灾，尤其是像鞋厂火灾，死的人都是中毒，不是烧死的，是窒息中毒。该研究还指出，由于制鞋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线各环节人员密集，加之机械设备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进一步放大了事故后果的严重性。除了原材料本身的危险性，制鞋企业在厂房规划与空间布局上失范行为是火灾隐患的关键推手。上述研究显示，部分制鞋企业未严格按照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以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进行设计和建设，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在用地紧张的情况下，常出现车间与仓库混杂、易燃易爆原料随意堆放、未设置加热电器隔离制度等现象，消防与疏散通道严重不足。更为突出的是，
部分企业甚至将生产车间、原料仓库与员工宿舍混设于同一建筑内，3合1。你说吃住原料全部在一个车间，在一个地方，那你说一旦起火，布局一旦起火，逃生通道被货物堵塞，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根据央视新闻，辉腾鞋厂火灾现场救援人员介绍，起火厂房的楼道内堆放了大量杂物，严重影响灭火速度，对救援工作构成了阻碍。此外，此次事故中，起火厂房5层楼内普遍存在车间和仓库共处同一楼层的情况。仓库是什么意思？比如那些胶那些东西燃一爆，就你这存放就不能放在车间，应该有个专门的地方放，每天用多少领多少，一般的是这样。但是它你看胶就直接就放在那一层的车间，堆放在那儿，这种一旦起火根本没有办法去灭火。央视新闻报道，起火厂房建筑共5层，1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2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3层为成型流水线，4层为真车车间，5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10日上午新闻发布会上，泉州市长蔡战胜表示，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这是南风窗7月10号一篇报道，我们就把南风窗的报道念一遍，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长沙一个城中村是吧，一个自建房5层还是8层突然垮塌，有几十名是吧那个医学院的学生在里面，他在里面住，他是在旁边那个医院去实习，对不对？造成重大的群死群伤。那次事故也是的，前面有几路人马分别去查这个危房，都去查过完之后，那房子还能垮了，说明什么？别的不说了，就说明你去查的人都没有人负责。这个环节只要有一个人说认真负责，那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我在想，7月7号当地已经检查过专门的火灾检查，7月9号中午它就起火，那还要检查干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第二个，你看这些遇难的都是些计件呢。按照《环球时报》的说法，应该是他们喜欢干这种活，因为这种心灵手巧，主要能提高自己的这种动手能力。他们又不愿意休息，休息就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所以中午他们也在那儿计件，这都是爱好啊。按照《环球时报》的说法，根据南风窗的说法，这些人都是30、40岁，那你说这是什么人？这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啊，30、40岁，那对吧？上有老下有小，小孩恐怕也就5、6岁或者10来岁的，多惨！他们靠这种微薄的收入，靠他的爱好去挣这个微薄的收入，中午不愿意休息，本来12点、11点半就休息，下午2点上班，他们不休息，在上面加班计件，12点07分起火，多惨！这是血泪啊。第三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是不是今年这种灾害特别多啊？也不能说特别，一个接一个的。你看，先是我记得是湖南是鞭炮厂爆炸，死伤也惨重。这几月份我忘了，后面是这个是不是山西临汾是吧？是煤矿爆炸，这边还没过去多少天，这是哪儿一个洗脚城也是起火，然后这个应该是东北吉林是吧？辽宁那个地方是不是农妇采摘那个蓝莓吗？面包车撞到树上了，有多少人？前几天我青海又是一个农用车拉着人去干农活，发生事故，又是群死群伤。今天你看福建晋江鞋厂，为什么好像给我感觉今年就这种事故特别多？这些怎么说？不能不说它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你看经济越不好越低迷，大家越节约成本，有的钱越少，大家越要努力去干，拉长时长。企业也一样，企业它也活不下去，企业效益越来越差，它开始在这一块他就没有时间去搞什么消防演练，他也没有办法去固定工人。比如说危险的岗位，你用那个熟练的老工人，你不能让他轻易走，你给他高薪，让他不要走。危险的岗位都是一些熟练工种，他就不容易出事。比如容易产生高温的那些机器的那工序，那很容易就把那鞋原料就让它起火了，对不对？这些地方你要用固定工人。我只是一说，这样你肯定就是起火各种这个事故就少得多。但是你看这个鞋厂基本上都是流动的工人，来随便培训上岗，他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多严重，什么起火他也不知道。很多人这个安全意识他没有安全意识，他觉得要起火的话我一跑不就完了吗？但是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一旦起火你跑不了，那个烟只要一上来，只要浓烟一上来，你根本跑不了，不是火是烟，
当然了，等到火烧起来，那你更跑不了了。这种惨剧，也就是说，熟练工人这种有必要的这种培训，都在这种企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他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成本，没有这个精力去培训这些工人安全教育，自身对安全的防范，在这块的投入也不足，都是流于形式。那只能在上面降成本，在人工上降成本，到处降，这就是我们的竞争力。你只有成本降了，你的鞋才极低，价格极低，才能卖到美国去，卖到哪儿才有竞争力啊？所以它那成本从哪儿节约出来的？都是从这上面节约出来的，不是他通过什么技术、什么高科技、怎么样去节约的，他节约的成本都是从这儿，牺牲了安全，牺牲了环境，牺牲了工人的工资收入，极致内卷，把那价格卷下来。去国外出口跟人家去拼价格，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不就是恶性循环吗？那不光是鞋厂，实际上鞭炮还有煤矿都一样。当然，我说的不是唯一原因，那造成事故的原因有很多方方面面。但是经济低迷，每个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大家都要节约，大家都要降成本，这种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说导致现在我们看到的事故就越来越多。如果这样下去，你想想年底。下半年、明年这样的事故会更多，因为它是个恶性循环。你看，所有的手续流程都流入形式。我记得山西煤矿也是的，它什么安全措施都有，但都是假的，都是走形式。你看晋江这个鞋厂，它7月7号还安全检查了，怎么检查的？湖南长沙那个楼垮了，前面好几波人检查，怎么检查的？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人浮于事，就是流入形式，没有一个人校正，只要有一个人校正，这个惨剧就会得到避免。但是我们又反过来想，如果真的校正，那这个企业它扛得住吗？企业恐怕也扛不住，它的成本、它的压力就更大。所以就给人感觉它就像走到了一个末端，走了一个死胡同，无解。怎么解？如果真的认真，那个企业恐怕就要垮，成本一提高，企业要垮，更多的工人又失业，所以说这叫死循环。最后我们再聊一聊沪市场。今天这个红绿市场也是非常的有特色，还是要把这个压舱石、定海神针要进行到底。昨天咱们市场涨了1点几，今天马上就回来，上证指数主动回调1个点，上证指数调40个点，微调1%。现在已经又主动的回到4000点以下，对昨天呢做了一个修正，昨天有点冒进了，稍微这一拳打得太有力了，不太好，是吧？也不符合我们慢牛，不符合我们这种定海神针、压舱石的这种人设风范，所以说今天主动回调1个点，没毛病，这个简直这个太完美了，回调1个点，昨天涨1.6个点，对不对？你看多好，2天放到一起，我们还是涨了0.6%。深圳成指也是微调2.29%。北证指数那更是微调了，北证指数是只跌了0.02%，双创指数是科创综指微调4.5%，科创50微调5.5%。你想，昨天它涨了8%，今天回来5.5%，多好！这显得节奏掌握的，所以说简直这个就值得西方什么亚太股市来学习，交学费。那这对吧？那不要心里不服，7个不服8个不忿的。他在咱们资本市场面前，那美国、日韩那就是个地点，就应该虚心过来学习请教，多稳的！而且今天成交量比昨天多了5000亿，今天是3.4万亿，说明什么？焦头两望，对不对？很多没有上车的人，在主力多次感召之下，很多人上车了，纷纷把自己的裁员补偿，还有那些什么窝囊费、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钱都拿出来进去了，所以成交量就放大了。当然了，更多的调仓换股，有人把科技新贵硅基的给卖了，换成老登股，有这样的认为老登股会反弹，把硅基涨得太多了，是吧？主动调仓换股，所以成交量就大了。我为什么说这个值得美西方还有亚太日韩资本市场来学习？因为你看，虽然我们的上证指数今天主动回调1个点，微调1%，但是你看今天是3772家上涨的，1678家主力倒车接人，你看看，所以说我们资本市场控制的，这你看指数回调，但是没有伤害广大的金融消费者，今天都是喜洋洋，心里乐开了花。那指数回调，但是他们手上的账户还多了3-5斗，
皆大欢喜。你说这技术，日韩它会吗？美股它会吗？它不会。别看到这个老牌资本市场没用，所以今天只有1678家倒车接人。昨天对吧？我们涨8个点，今天回调5.5个点，那就是对昨天涨得太多的一个修复修正，非常完美，不能不叹服。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日韩指数，那简直是日韩指数那完全没有任何秩序，乱糟糟的乱涨，涨也乱，跌也乱，涨就是崩溃，跌也是崩溃。你看7月10号。韩国综指盘中飙升，盘中这个韩国综指涨幅5%，又熔断，临时停牌。你说这个韩国只是天天就没事就停牌，是不是情绪极不稳定？它这个涨5%是低质量的上涨，咱们这个科创50回调5.5个点，那是高质量的回调，那是在昨天涨了8个点，现在主动回调。那日经225指数那就简直是那是个弟弟，日经225指数涨1.2%。就显得非常猥琐，跟咱们这个上证指数主动回调1个点相比，那日经225指数涨1.2%，那就是非常之猥琐啊。韩国综指收盘涨了2.5%，那也是属于冲高回落，它盘中涨了5个点，现在后来2.5个点，说明它后继乏力。所以说日韩股市走势，不管谁看到的都着急焦虑，都为他捏把汗。所以咱们新华社立马就为日韩股市指明方向。新华社马上发稿，就教这个韩国股市做人。你看，这叫新华社首尔7月10日电，说什么？说韩国股市为何涨得快，跌得也快？这不就是教韩国资本市场怎么做人吗？新华社发文称，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后，韩国综合股价指数9日迎来反弹，盘中上涨超过3%，但尾盘涨幅明显收窄。10日该指数高开3.57%。盘中突破7500点整数关口，与指数回升相比，市场更为关注韩国股市近期波动明显加剧，从半导体见顶担忧到国际地缘局势反复，再到大量杠杆资金集中压住少数龙头股票，韩国股市正呈现出涨得快跌得也快的新特征。韩国股市为何近期剧烈震荡？这一轮投资周期有哪些特点？投资者可能会面临哪些风险？你想一想，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我们肯定是不可能去投资韩国股市的，因为咱们自己我们的红绿市场这么好，我们是不可能买韩国什么 SK、海力士、什么三星电子，我们是不可能买的，看不上。当然了，国家也不让买，对不对？国家前一阵子还打击这个，但是我们也不愿意买，是吧？这个得搞清楚，看不上。不愿意买，加上国家也不让买，那你说新华社写这玩意给谁看？难道给我们看的吗？我们也买不了，我们也不愿意买，所以他这玩意就写给韩国人看的，那不就是韩国人知道韩国的股市吗？为韩国股市指明方向吗？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他不，因为我们也不买这个韩国的股票，所以他不可能把这玩意写给我们看，没必要，所以他一定是写给韩国人看的，所以教韩国人，教育他们也很有必要，因为亚太股市不稳定，对咱们也不好，是吧？也让他们跟我们学习，也主动做这个资本市场的压舱石。他说，首先，指数高度依赖少数龙头企业，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2家公司市值占权重超过40%，意味着2家公司股价涨跌很大程度上决定指数走势。这第一个，你太集中在这2个股票上面了，太集中了。第二个，近年来大量资金通过单一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进一步放大市场波动。这类产品在韩国市场追踪三星电子或 SK 海力士单一股票，并将每日涨跌幅放大2倍。例如，股票上涨5%，ETF 产品理论上上涨为10%，反之亦然。业内人士指出，这类产品能够在上涨行情中放大收益。当市场反复震荡时，由于每天都需要调整仓位，即使标的股价和最初买入时持平，投资者也可能会出现明显亏损，遭受波动损耗。所以说我希望韩国有关方面要看到新华社这篇文章，不要不好意思，也不要不服气，得认真学习，虚心。新华社都为你们指明方向了，你不看损失的是韩国。最后我再说一下，咱们资本市场主动回撤，不仅把昨天涨得太多进行了修复，对不对？最主要一个原因是防止特朗普周末又发癫。马上你看周六周日了，特朗普说不定又要在这个波斯湾，在霍尔木兹海峡
又要挣幺蛾子啊，所以我们主动回撤，让你整。特朗普，你周末你有什么威风你就使出来，还能怎么着？我们已经主动回调了，已经夯实基础了，大不了下周一再夯一把。所以说这咱们是主动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我们这是主动的，就这样防止被特朗普所影响，就尽可能的切除跟特朗普的联系。所以特朗普像周末想利用这个海峡的局势来操控我们的市场，那是没门，因为我们已经主动回撤了。所以请大家把心放到肚子里去，不用担心，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人。吆喝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谢谢大家。